第3代緊急消防 LED 燈管，最新一款可變色溫的應急走火照明燈管。視頻中示範測試功能。首先，按下黑色按鈕開啟緊急功能。冇電下着燈表示應急功能正常。然後，透過轉動燈管背面的開關來改變色溫。有黃光、日光、白光，有3種色溫可供選擇。產品允許用戶喺不同環境下方便地選擇色溫。在停電狀態下具備2小時的續航能力。如果你不確定使用方法，請諮詢專業電工師傅。最後再按下黑色按鈕進行安裝。聯絡電話：91808452。